花莲光复乡在前检中，甲光复乡这个村调整做责任区，由官方指挥官进驻，要伫咧中秋进前甲烂土饼清起。花莲光复佛祖街是东寨区，目前县府已经向中央争取中介主体，而且研究迁村计划，以免也烦恼这土地所有权的问题。10月7日是中国国庆，有几多位台湾艺人伫网络祝中国生日快乐。陆委会表示讲，艺人就要珍惜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10月7日是中国国庆，有几多位台湾艺人伫咧微博顶头转发中共官方媒体文章，来祝这中国生日快乐。针对这款的情形呢，这陆委会就表示讲，艺人爱珍惜台湾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做伙来维护中华民国的繁荣和存在。伫网络发表祝贺中共建政76周年，希望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的文字，也转发中共官方媒体祝贺影音。这篇艺人陈志平大文章，正做10月7日头一篇出现的台湾艺人祝贺文。除此以外，包含吴孔林、易令晶、吴奇隆这侪位艺人，也陆续转发中共官方媒体祝贺大文，引发注意。艺人嘛，他是靠舞台在吃饭。他有他的为难之处了，不过呢，就是不管他宣传任何事、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但不要伤害到台湾。演艺工会认为讲，高对华发展的艺人有袂少无奈所在。文化界人士是认为讲，艺人伫中国发展加减会受到一寡压力，无需要伤过这逼。不外乎就是说，你要承认你是中国人，不赞成台独，类似这些嘛。但是我觉得不要太苛责他们，说一些声明，我都觉得情有可原。由进前中国93阅兵就台湾艺人转发中共官方媒体致敬胜利大文章，团部学者认为，这类发文一再真做新闻话题，除了政治因素，重点是台湾市场有限。台湾的艺人为了争取更加大的发展舞台，表示态度加减有市场的考虑。不光是主流的艺人，像一些独立乐团啊，几乎没有人不在大陆去找一些巡回演出的机会。政治的一个话语就是要抗中，但是你自己并没有很好的发展的一些市场条件。对此，陆委会讲会继续关注这大出文章是毋是牵涉爱化台湾、消灭中华民国主权，也有宣扬武力对台才进行，也搁再提醒艺人珍惜台湾，得来真无简单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共同维护中华民国欢迎甲存在。记者综合报道。如果中国海警船来乱啊，这海巡人员昨早起6点伫咧东沙岛南方水域发现2只中国海警船接近咱的台湾水域。海巡署接到通报了后，遂派出到台南南和基定南去应对。8点外时阵呢，这2只中国海警船来到台湾的限制水域了后，台南南专停监控落尾有赶赶走。台南舰于岛南29.2海里限制水域线上全程并航监控。持续驱离。晚上6点15分，中国海警船31洞3及31洞5于东沙岛西南方海域往西航离东沙限制水域。海巡人员专停监控也公布区里，这东沙海洋国家公园是咱上悬规格海洋保育区。那这海警船来，然后这中国渔船也掠过界。干那今年到达呢，就赶159只渔船，查扣12只的船啊。面对中国骚扰，海巡署除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的权益，也呼吁中国拄好就好，唔通破坏区域的和平稳定。继续来关心这花莲光复，讲到这灾情是真严重。国防部长郭立雄在今仔日也亲身去到花莲勘灾，也由这行政院的政委桂连成来做这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宣布这调整救灾机制，把这光复乡7个村调整做责任区，由官方指挥官进驻，要伫咧中秋进前，把这烂土变好清气。怪手无用咧乌落高梅，边仔山鸟共款无用安尼载来载去。花莲马太安溪崩山乌崩花，严重损断光复乡。到搭继续敲找失踪的人。在不走街有民众已经等9日，希望会当找到失去联络的爸母。跑去询问，跑去找，他有没有可以来帮忙的，也是真的都没有。对，今天看到这样开花，心里只感慨，谢谢，真的谢谢大家。因爸母输当时是去工寮顺菜园啊，煞拄着大水。即马拢去落高梅淹去，民众也是希望会当找到人，甲因爸母带转来。也若国军嘛动员官兵加入救灾行动，守护家园。
拆掉还是要维持原样。国防部长郭立雄找伊去花莲勘灾，有去一间人家厝关心清垃圾土的情形。这间厝的受灾户都是军官，大水来的时，带3个囡仔入去探水，水淹到阿妈滚。加在有经过迄个时阵，顺利得救。然后你站在床上面，对，我站在上面，然后小孩把他搬到衣柜上，对。官兵做伙甲掉伫土地的轿车塞出来。另外一边嘛去人家厝协助清垃圾土。光复乡灾区连日4个拢会当看到官兵，即届国军拢总有超过3000人投入救灾。除了国军，还佫有真侪志工甲爱心团体做伙来灾区斗3工。行政院政委几连成轮到做前置协调所总协调官了后，宣布要调整救灾的机制，甲光复乡7个村划做7个责任区，由军方指挥官主导人力的调派。嘛头一届使用军方的用语来进行调度，希望要拼伫中秋进前会当完成人家厝甲车路清垃圾土这2大任务。这次来的志工有80%以上全部都是年轻人，把我们分配的志工带到我们的7个村的某一个村，看哪一个村最需要人力，我们送过去。未来规划会由军方伫咧车头用卡车来载志工，调派甲指挥志工去需要斗3工的所在，希望提升救灾管理的效率。即届大水甲马太安溪桥冲断去，外界关注便桥大的进度。目前施工的厂商已经甲暗管藏落，而且有乌甲原地溪补的深度。研判未来若是拄到大水的时阵，溪流的宽度甲深度有增加，会当互大水较紧通过。能够通的话，可以让我们走的话是最好。交通部表示，会伫15进前完成罗南甲上北方向的便桥，明年1月份进前完成更替便桥。若主要桥的部分，伫115年年底完成单向的车道，116年的年底完成双向的车道。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潭的灾情来到第9天，因为这光复乡的大平村甲大东村这条佛祖街，因为地势较凹，就变做重灾区啊。目前县政府已经有向这中央争取中介主体，而且研究迁村的计划。不过受灾户是希望讲会当维持生活方便性。也若讲到要迁村，这土地的所有权要安怎计算，灾民也真关心。得算50块钱的5年，也毋过原本1楼的平房，明显直接变做地下室。花莲光复乡东灾区佛祖街继续搜救行动，也毋过大平村、大东村有89户因为地势较低，算长严重，县政府紧急向中央争取中介体，也研究迁村计划。有些地区它是属于地势过度低洼，即便未来这个在相关的堤防修建以后，可能民众还是会有疑虑。那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会有规划所谓的中继跟这个长期的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概念，也有挑选了几个备选的地点。优先第一阶段先掌握这89户门牌是不是都有涉及，它的总人数是多少？第3个，它是急在人不在吗？所以我们要透过民政系统紧速掌握。目前第一步，政府有缘继续评估89户敢是有居住的可能，做落才下调中介体短期几个月，按伫最后才规划社会主体，也是迁村等永久方案。也毋过，敢是会当以地换地，土地所有权的争议有缘有待解决。说中期屋的话，也要看位置是在哪一个地方啊？当然是还要以生活便利性为主啊，没有打算迁村的那个想法啦。这个地方怎么迁村？土地都在这里，你说要叫我们搬进来？湾马太安溪的徛街、农田拢互土刷水淹去，甚至有3个半环受损，出现长度2860公尺的大范围崩塌。水利署也加派人力机库打造管道大约3至5公尺的临时土地。这个礼拜6，10月4号，我们将会完成第1道的离子堵截3公尺的部分，让这一个基本的保护达成。那后续我们会持续的加高跟加强。目前土地施作用3岸保护继续推进，内站土地18，中站太空包冻水，外站土角防护，到10月初1，洪水已经累计完成长度800公尺，大约27.9%。水利署也讲要伫明年的大水期进前完成补换复建的工作。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志工发文表示，讲去到花莲摒扫回来了后，这条啊出来发炎变做是芳寿性组织炎，甚至也有人出现这怀孕期样改症，目前正咧加护病房去救。医生是提醒讲，若种筋肉开始疲劳、疼或者是硬，一定要休困，严重就要赶紧去互医生看。
灾区现场发生副物件，就是烦恼风沙伤大，下雨救灾民众把手入沙无爽快。光复乡灾害严重，真侪志工自发线到灾区协助复原。也讲现场除了有人掉沙，也有外伤状况，护的高杯啊、手笼、手套也拢爱有。袜子穿厚一点，然后长裤、袖套这样子。因为我来了2天，也有发现就是有一些人好像有一些中暑相关的状况，或者是一些外伤，灰尘很多，风沙很大，看不清楚啊。这边就是空气可能比较不好，然后也会喷到眼睛。要降低灾后对居民甲志工的健康冲击。初一开始做的公费流感甲新冠疫苗，伫花莲光复乡采取全民注射，对象除了光复乡全体居民，也扩大到伫支援灾害的工作人员、国军官兵甲志工。卫福部表示会看注射状况，另外拨疫苗。听说就是灾区有人就是感冒，所以我想说先预防，然后以免影响到救灾。当地救灾也爱注意自身的状况。有一天发文去花莲秃头登记了后，条话变做胖瘦下，除了不人颈骨疼，提醒登记厝的职工爱会记得量体温，监测身体状况。也有热心的民众表示，为花莲秃头登记了后，出现发烧、脑痛等症状，引起大量网友留言讨论。其中有一个目友透露，身边有人回来得到怀温机用解症，目前伫刚好被帮急救。这是会造成肾脏衰竭的哈，所以说当自己觉得说，并不会随着休息某部位的肌肉它的肿痛仍然在持续这样的状况，而且有全身疲劳的状况发生的话，甚至影响到意识，其实就要警觉到自己是横纹肌溶解症的一个状况。医师表示，若有这个状况，爱停到手边的工课，若休困了后，也是无法度恢复正常状况，爱量查就医检查，并不是出现恶劣加算精神，迄已经是真严重，是后期的症状。这管水也提醒，清理的时千万唔通赤手赤脚、穿拖鞋，甲直接接触有水有泥，也是灾害废弃物，注意身体健康，才有能力协助灾民重建家园。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有真侪民众去到花莲光复斗3工，恁拢是刷条超人，甚至有志工是发挥家己的专长，替人掠铃、记头毛，甚至有这护理师四界走，提供医疗协助。也有民众做出一张着灾区整合地图，这发起人如先生就讲，想法真简单，就是要互咱要伊的人和所在会当有更较好的照顾尔。来自各地志工提各种工具到顶到入救灾，让人看到到底是真感动。不过，在灾区现场，其实也有真侪人无私来付出，不求回报。我们没办法当铲子草，但是我们用我们的专长去帮助别人啊。我看还蛮多人来这边帮忙，然后中暑。我是自己开按摩店，那我就干脆利用我的双手来帮大家就是舒缓。轻轻掠这个经路，缓解疲劳，所小姐家己的店规几啊天到灾区边会掠铃，想看发挥也专长。有一些煽动贴布这样，喷雾什么的要高这样子。后边的牌仔内底，各种急救品拢有。护理师挂着这字条，伫灾区行来行去，倒位有需要护理，伊就对倒位去。前面几天都没休假，我就今天放这天，然后就过来。我就是护理师啊，就是可以帮忙换药。我最会的就是换药了，我超会换药。那他们比较缺乏的是，可能是小路中间及时需要的包扎或换药这样子，所以我有点像是法师补血这样子，就是沿路看有没有人需要。灾区一下各方热心人士来发挥专长，点点付出，一心干那为协助花莲来复原。走出火车站后，要是对灾区现况不清楚，只要点开救灾整合地图，哪里缺人，哪里缺机具，交通资讯如何，通通一目了然。救灾地图发起人卢先生讲，伫花莲生活10年，真爱这片土地，想要互家己关心的人甲地方有更加好的照顾。也伫后壁更加有一寡无私奉献的伙伴加入，来加强这个网站。从大学就学起到现在，我已经毕业6年了，也就是说我在花莲待10年了。我很喜欢花莲，然后我很喜欢看风景，然后我只是想要让我在乎的地方，我在乎的人们，可以被更好的照顾。尽管初一的志工人数甲前几天比有减少，不过中秋节连假即要到啊，一定搁再有满满。热心无名的志工会搁来斗3工，相关的铁公路运输嘛要提前准备。记者综合报道。
就要继续监测这房山潭这农业部林保署自5出动，空载更大扫描机去翕资料，比对内政部房山湖出现进前的地形资料，发现讲这山体房上济有到400公尺悬，水尾溪坡也平做大水进前悬40-50公尺。这款房山湖是自然现象，落大雨了后，敢会搁再做大水呢？目前也需要密切监控。马太安溪房山湖崩花带来严重的灾情，有关水头放弃的情形，林保署2出动空中雷射扫描仪，以精准度1公尺的模型，测到真清楚的影像。比对内政部111年至112年房山湖形成进程的资料，结果发现山顶崩塌的情形真惊人，深度上深有到403公尺。差不多都有200-300、300-400，那我们量到最深的是差不多403公尺，这么深，差不多将近高雄85大楼这样的一个高度。另外真惊人的是，水尾则真侪土沙，溪坡的悬度比大水来进前悬40-50公尺，超过10层楼悬。也若山顶累积土埋的量有偌济？根据水保署的计算，因估算水尾积的土有3000万立方公尺，甲山顶累积的土来比，至少超过10倍。大概3亿多立方公尺。水头积的土石量是真惊人，房山湖真明显伫咧缩细当中。崩花进前面积是140公顷，水的量是9100万吨。崩花过长工，水的量已经减75%。9月2日，水的面积剩15.5公顷，比当形成的时阵搁较细。到10月初1上新的数据，面积已经减做12.8公顷，水的量剩无600万吨。不过，崩山湖要伫哩山顶大范围放弃的所在是看现，敢有可能第2届搁形成一个崩山湖呢？照常理是不会的啦，除非就是那个又有一个地震或者是豪雨来让两侧的土石再往下掉，否则就不会了。崩山湖崩坏危机是暂时解除，林保署讲，崩山湖的水位有持续降低，算是稳定的状态。而且对水头放弃的情形，即嘛是有搁较清楚啊。未来雨量若预估会到什么款的程度，爱定出一个标准，设做警戒达，进一步通知民众爱注意，是说落来真重要爱做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环境部的统计，这花莲光复灾区已经有加万外栋的烂土清出来了。着居民呼吁政府未来伫咧发布灾害警示时阵，唔通大概拢写差不多的内容，就要强调这严重性，互民众了解。也有在地保育人士是建议讲，未来若准备治水，应该对分放的方式落去做。花莲马太安溪崩山湖灾后到今已经超过1礼拜，灾区继续清土煤。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已经有清10267栋的土煤出来。有居民表示，照用过的经验，在地人拢知影马安溪水尾到淹水，毋过无遮严重过。除了经验判断是较差，另外在政府改善的部分，居民表示，虽然有提醒崩山湖的水会填出来，也毋过应当爱强调严重性，互民众了解。我们看到简讯都是一流一流，如果他今天提到说可能会停，我们的防范心可能就不一样。老人家也知道这边会淹呐，但是他们的淹为什么没有那么严重？那就要去讨论到说堤防的设置啊。马鞍溪南花自本就有3段无相接的光复爆花，用开喙的设计来做堤防的功能。水利署9月19日发新闻稿，指出第9号船分署为了防灾，已经有提早封开喙的所在。有在地保育人士表示，这摆做大水量实在伤济，嘛超出原本单边爆花的负担。伊建议政府未来要治水，通对马鞍溪北花分洪处理。咱南侧这个保护咱马潭的堤哦，是太久的堤啊。即马大水若来伊的那下水迄个空间无够的时候，就比阮光复这边的马潭这边的道就安尼判过来。阮是建议讲北堤迄边会当比照讲做疏洪的方式。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找一个汇报说明，针对马鞍溪南边3段爆花受损的部分，打算2礼拜来完成抢修，3个月来做好爆花加强防护，然后伫咧明年完成永久性的爆花。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政府宣布讲，对拜五开始呢，灾民会当摕证件来领1户5万块的现金补助。不过，有民众讲，因的证件去互水冲了就拍无去啊。若准备去领钱，就要先去户政机关补办证件。因高压水情持续在变少，光复乡灾后第9天，相关的复原工作拢在继续进行，不过做下灾民，即马搁拄着问题。
工厂里面啊，都淹得很满的啊。所以什么身份证存折都没有了，都没有了，都丢了啦。因为那个一下子水淹了2米，那你说证件来讲，什么都没有拿出来，有些都没有拿出来。花莲县政府公告讲，已经发放中央敬老金，提取符合资格的时代，会当去查询钱敢有入口处。不过部分灾民甲金箔和健保卡这寡证件，早就叫大水流去啊。灾民经过多天的清扫，住家变得相对干净，但不少人的重要证件都在洪水中流失。对于花莲县府即将发放的灾民慰问金，实际怎么进行，是否需要证件申请，都引发关注。根据行政机关统计，受理灾民免费补办乡证、户口成本、户口簿啊这证件，到3月为止已经有319件。不过真侪受灾户讲，即摆无心情去办理，爱先拼出来再讲。将来在做相关的一个灾害补助申请的时候，应该也会用到这些所谓的身份证明文件。所以在此呼吁，就是说，如果民众加严整理的一段落之后，如果他现在有空，可以到就近的户政事务所。10月3号现金发放1天之后，10月4号开始，我们要在光丰农会的广场持续发放1个月，而且它原因是有非常多的乡亲，他的存款簿、提款卡印章其实都不见了。县政府讨论了后，决定要改发的现金。拜5头一天，江湖乡下午8个9点会当领现金。不过无证件的灾民，要安怎去确认身份，是不是发放会出状况？后续搁爱观察。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崩山潭大水来的时阵，作家谢国伊本店的人是伫咧1楼，发现讲有问题的时阵，就赶紧关门串好人，赶紧飘到2楼去。迄当时呢，相关的证件伊拢甲伊翕落来。毋过呢，伊收藏的有3万多本册珍贵文书资料，这些是全部黑有去啊。另外，今仔日呢，这前进协调所有开记者会，教育部也评估讲，这光复上港、光复国中，可能要等到10月13，才有机会来恢复实体上课。画面内底水一直一直来2楼的，外口的水位嘛，特别到窗仔门的悬度。厝内是规路苍苍，家具甲物件全部拢对水咧流。这是文书工作者谢库因兜拄到大水的画面。听到那个水来，打开门，那个水已经到这了。哦。然后有那个铁闸门进来，平安。现在心情平复下来，还在呼吸就好了。想到大水来的时阵，也是感觉会惊。谢库讲，原底伊还伫咧1楼的册桌啊，不过了后水又是越来越大，伊就赶紧装起来2楼的。不过上界无彩的是伊真侪年来收藏的3万多本册，还佫有文书资料，全部拢浸水。所以总共有5个大书库来容纳他的书。当时搬家的时候也是大卡车来搬运，还有非常多的田野调查报告啊，还有因为他是导演，所以他有非常多的那个拍摄的那个小方块的那种录影带。这手写的稿放伫边啊。伊的亲戚朋友讲，这个量也无甲伊一支卡毛。根据了解，谢库长久以来拢真关注花莲，捌写过2部在地历史，包括《大河志》、一个村落的诞生，甲甘蔗的名。2020年出版挂面世的面册，甲剧本《长跑者》。伊的作品有影像、剧本甲小说等等。另外，光复乡教育的工课要恢复，赶快要有一段路要行。在学校，进度有一点缓慢。那目前光复3公以及光复国中主要灾损清淤的进度，光复3公已经达40%，光复国中达30%，那今日目标要达50%。教育部讲，2间学校目前水甲电脑已经来啊，不过恢复上课的时间，目前希望初7进前会当实行上课。双10连假了后，13开始实体上课。花莲县府教育处表示，恢复上课了后，学生伫咧交通往回方面若有困难，会规划定点来斗载。另外，光复国小甲大进国小要是安置收容使用，会安排学生去附近的学校上课，互课程的进度袂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这台美关税议题，咱台湾的代表团最近再去到美国进行第5届协商。那针对到这美国商务部长最近有提出讲晶片生产台湾和美国一人做一半这款的讲法，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今日登来到台湾，伊就强调讲台湾袂接受这款的条件，也讲这届去到美国是要担这关税税率，也个关税唔通太悬。美国对顶关税，台湾谈判团队继续争取更较好的条件。不过，最近美方提出这议题是晶片5分对半分。同时间，现政府副院长陈丽君顶礼拜到美国进行第5轮实体协商，这个7月天要刚登来台湾，强调袂答应。我想这是美方的想法哈，我方谈判团队从未做出晶片55分的承诺，请大家放心。那这一次我们也没有讨论这一项的议题啊，那我们也不会答应这样的条件。陈丽君讲，台美双方对供应链合作也继续伫协商，另外232条款调查的项目也继续增加。也讲，此行目的就是要争取调降这对顶关税税率，也有关税卖贴加起去。不过去年台湾对美国顺差达到639亿美金，学者是分析，现在局面是进退两难。就是如果我们跟美国谈得不好，那我们对等关税还有232条款的半导体关税还是偏高的话，那这个对我们台湾的出口一定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是接受也不是，不接受也不是。另外，这个7月台股大盘开红起270点，经过小可波动了后，收盘是25982点，电子股领起，台积电一度达到1350块，收盘是1325块。不过观察前一天有交易户数，敢若剩748800户，甲到数节连假进前来比较，减少415000户。市场观察的情绪是真高。记者综合报道。劳动部公布上届新的统计，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影响，减班休困的农总有7000多人，其中制造业占多数。劳动部就鼓励企业去请离职或者是失业的劳工，逐个月会当向政府申请一个人6000块的奖助金，上长补助6个月。美国关税对咱台湾就业市场的影响，也是继续在扩大。10月初一，劳动部公布实施减班休困的上新统计，受到关税影响的农总有310间企业7755人，比顶一期阁增加68间1509人，占总通报人数8509人的9成，制造业也是占多数。也毋过，劳动部表示，这届增加的人数比顶一期阁较减，56间企业因为订单回稳恢复正常工时。16家里面以机械设备制造业最多，然后其中有4家它是提前终止，它其实通报原本的期间可能到11月，因为订单回稳，所以他们就提前终止。目前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甲劳工，除了会当申请雇用安定措施的帮助，9月30劳动部更有针对受冲击上严重的制造业推出劳工就业通计划，鼓励企业去请制造业离职也是失业的劳工，逐个月会当向政府来申请一人6000块的聘用奖助金。相当会当补助6个月。除了关税影响外销和劳工，有产业工会提醒讲，政府定要注意，未来美国产品若以真价继续卖来台湾，恐惊会影响到以供应来输市场的产业和劳工。美国关税增加，咱的产品去到美国，咱的产品会无竞争力嘛。第二是美国进口的关税啦降低以后，影响到国内的产业，包括农业，包括汽车的产业，拢会受到真大的冲击。专三总建议，针对外销的产业，政府要辅导企业去走出美国以外的市场。另外，针对内需的产业，嘛要做影响评估来定出对应的政策，让国内的产业会当继续稳定发展，嘛让劳工会当有稳定的就业环境。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美国农业部处长宣布讲，要开放台湾的往来销去美国。这个消息一出来，真侪农民拢是乐观看待。其中高雄、屏东是国内往来主要产地，这产量占全国超过4成，已经有甲这往来外销去到加拿大的农民就讲，这往来若准用船再送到美国，大概要3礼拜时间，若准会当解决这保存的问题，对往来产业的发展有真大帮助。这什么品种啊？
真赚啊！甲一粒一粒旺来对产力采收起来了后，就当送去清洗包装，准备出货。台湾旺来去年产量有35万8千多吨，高雄屏东生产就占超过4成，是台湾旺来上大产地。因为台湾旺来外销以日本为主，占外销量9成。另外，还有香港、澳洲、加拿大等等。听到美国农业部要开放旺来销去美国，种植面积上快屏东县，农民有欢喜，冇烦恼。日本很严格了。我们都可以过去啊，可是美国我们没有去尝试过，不晓得它的要点到哪里。那最主要也看了后续所谈出来的这个相关的税率、我们的检疫条件，还有我们的航运的部分，是否我可以配合得上哈？往来上接拄到的病虫害，就是龟神甲鸭。农民虽讲烦恼检疫的条件也被讲好，不过有外销日本的经验，问题无大。目前上界需要克服的都是运输的路程上久，因为台湾主要往来品种是大龙17号的金钻，保存期仅2礼拜，无适合外销美国。高雄往来龙张清泉就建议，会当换用这款新品种山野往来，保存期会当到3礼拜。伊就是用山野往来成功拍开加拿大的外销市场。加拿大运输差不多20天左右，甲咱美国的西部同款嘛，所以咱这个运输的时间，我感觉会当用品种来解决吼。农民讲，台湾往来有机会头摆外销美国，加一个这么大的市场，对因来讲当然是好消息。不过到底会当有偌好，爱看落尾外销绩效检疫条件安怎定才会知。记者郭家祖、柯兆阳高雄屏东采访报道。来关心健康，讲到咱国内流感已经进入到流行期啊。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对今开始做，第一阶段是65岁以上民众，还有高风险族群会当先来做。今日台大病院院长呢，这吴宗仁伊就先来示范，还有民众会当倒手来注这流感疫苗，正手注新冠疫苗，增加双倍保护力。立场委准备好势，台大病院院长吴宗仁领先代表医术机关公开示范注疫苗，宣告今年度公费流感加新冠疫苗于10月初1起正式开始做。怕打疫苗是怕说会有副作用的，但实际上呢，疫苗的副作用相对于它的一个保护的效果而言呢，其实是微乎其微。透早，台大病院都有排队的人。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是3价疫苗，加新冠 LP.8.1 疫苗，第一阶段开放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对象组。新冠疫苗是提供给风险族群等9类对象组。第二阶段为11月初1开放50至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民众组。要打就要打嘛，不要到时候没有疫苗，每个在抢。那最近的统计，1周的流感就诊人次已经将近13万人次哈，那比前年的秋季流感的这个疫情人数还高，所以10月大概预估整个月都可能是处于相对的高点哦。国内长者注新冠疫苗比率偏低，只大约20%，落后英国、美国。吴宗仁建议，注的方式会当倒流正新，倒手注流感疫苗，正手注新冠疫苗，得到相同的保护。公信新闻采访报道。人讲预防是赢过治疗，来看宜兰出现今年县内头一个天狗一个个案，是一个40多岁查甫人。伊平常时啊呢是往回宜兰台北，卫生局也针对伊去过所在赶紧来除药啊。另外，伫咧桃园界上出现是社区群聚的案例，市政府也已经启动这应变中心，加强监测啊。环保局警员无用伫草岭古道路口的停车场附近，甲火车站消毒，因为经济卫生局调查发现，这个景点有听过的确诊患者卡者，这是宜兰今年专管头一个。同住的家人是目前没有相关的症状。至于他的住家周遭以及他曾经相关的足迹点，包括宜兰的一些相关景点的部分，我们也结合环保局进行环境的清消。经济卫生局调查，确诊个案是40多岁男性，平常时啊家己开车来往宜兰台北通勤。9月17发病出现发烧、流鼻水等症状。伊的卡点是每日暗时拢会到劳动运动公园运动。9月12、14分别到草岭古道甲仁山苗圃爬山。对，所以说当然是很担心啦、希望说政府能够说再加强这一块，让这个登革热的疫情不要持续的往上升。当然会担心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会传染啊？会传染。对疫情出现，民众拢就烦恼，希望政府会当尽力防止疫情扩散。除了宜兰桃园市的天狗的疫情也升高。
小堵车伫路上大量喷消毒液，因为汤圆市出现亲像社区群聚天高节案例，多数集中伫汤圆区文中里、龙安里。市政府指出，已经启动区级应变中心，对较真正居住地甲工作地市khu域环境进行白网糖密度调查甲资讯管程度等防治工作，也加强居民健康监测，防止疫情扩散。央视新闻采访报道。交通部公路局今日公布新的驾照管理三大改革策略，其中即旧龄换驾照呢，只要满70岁，明年5月开始呢，就要主动去换；到75岁，驾照3年换一届，而且也要做这体格检查、认知功能测验等等。主要目的呢，就是要来确保讲这驾驶驾路，也是会当有安全赛车能力。想要赛车上路，为少民众会到驾训班接受训练。不过，对明年开始想要摕到驾照，恐惊无简单。因为交通部公路局对到驾照管理做改革，明年开始，伫汽机车的考照笔试改做全部选择题，路口也增加停留甲无号志路口项目。希望经由以人为本的驾驶员先配套训练，互驾驶员养成主动停留的文化，促使这个就是考照的驾驶，他必须花更多的时间。透过练习的时候，就是无非就是希望说他能够强化他的各方面的，变成是一个习惯。我在一开始的训练跟考照重研的话，坦白讲，后面的回训部分上跟安全性相对能够提升啦。另外，伫回分制度对特定累犯矫正，明年新增加讲习对象，若是重大再犯，也加重这个延长讲习时数。若互吊销驾照，禁考3年以上。若要停考，要强制完成驾驶训练。如果考照加严，将来无照驾驶会不会更增加？所以我们也要去加强无照驾驶跟重大交通违规的执法。也若侪岁人换照，对明年5月起，即要年满70岁换照，爱通过体格检查这项目。驾照效期用到75岁，75岁民众想要换照，爱上免费安全教育课程甲危险监知体验，每3年会使换1摆驾照。不只是认知功能的缺损以外，视力跟听力其实是影响到一个驾驶的安全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公路局讲，对明年1月开始的分阶段推动17项改革的做法，让整体驾驶人具备正确观念甲道德，达成每年降低7%死亡人数的大安防治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台湾的猪仔较袂大，搁再加上胃病，所以这产量减少，价格也增悬。中华有业者这成本增加，志在袂调，10月已经开始起价咯。若讲到这肉品市场的拍虎含烟肠，也拍算伫个中秋过后要来调整价格。空肉饭甲肉丸是中华正出名的食物，但是因为最近猪肉价小悬，成本增加，导业者挡袂牢。10月开始，部分的品项起5块至10块。今年来讲，算一年来猪肉涨幅起上侪一届，从无超过30%起哩。影响足大的啊，因为你一天差30%的迄个进价，大概从95块涨到现在120、130。业者表示，今年猪肉为过年前就开始起价，即阵成本加要3成，其他原物料价数嘛拢有起，才会来调整价数。大部分的人客是表示会当谅解。卖猪肉店的唔是讲欠猪吧？系啊，欠猪肉，所以若安尼当谅解，只是讲起价起来，等下俗落来是拢袂阁俗回来安尼。那我就还蛮喜欢吃，我会觉得，因为我们吃的量也不是很多颗，所以1颗5块我是还可以接受这样。根据中央畜产会的统计资料显示，7月到今，全台湾肉猪的换价平均1公斤拢超过100块。面对猪肉价小一直在悬，拉袂落来，中华关肉品市场推出的肉虎甲烟肠，也会伫中秋节后调整价小。顶一站因为男耳病，个也有落晒，所以预成率较无较悬。现在的这个价格算是高点，中秋节过后会做调整。中华关肉品市场表示，台湾为热人开始，因为猪仔胃口歹、大较慢，加上胃病，致使猪肉起关价，肉猪交易价数拢伫每公斤95至100块的悬点。加上即阵我中秋节需求量大，短时间内猪肉恐惊真歹落价。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进前风台来了乱，这台南的蚵仔产量减少，佮再加上去年的蚵病受损严重，到今还佮伫咧白新呢。这成本踏起了后，蚵农就烦恼讲，这价少变袂过进口的，对本土业者来讲压力真大。
鹅笼咧浸蚵仔骹手精美，对盆仔浮起来，蚵仔看起来真大粒，这是常在当看到食材。尤其中秋节烘卖时，侪人兴这味，需求量自然就会增加。不过对鹅笼来讲，最近的供应甲需求真歹达到平衡。算我那本钱愈来愈粗啊，啥物就起啊。 你像这竹啊起，安尼线起，工钱啊起，啥物就起啊。伫台南安平沿海这带，即阵侪人无用咧精力得高，被订大鹅饼。去年10月风台甲这鹅饼先歹去，地区真侪人爱订大，建立成本相对就会增加。那饲鹅仔成本一直咧起，因嘛无奈讲，因爱面对进口鹅仔历来本土的压力。受台风影响啊，然后又有那个瓦兰进口鹅仔打击啊，所以科笼真的很难生存。 我希望真的政府可以重视这个问题，自己要去自救了，因为我们自己台湾的鹅看我们怎么去推广啊。那进口的话，相对我们台湾要把我们的产品推销到外国，外国的产品当然也要推销到我们本国一样啊。经过了解，目前越南进口鹅仔的价格，挂价上加一斤115块，线卖100到200，参台湾小比拼。鹅笼讲成本要106块才会好，地区要卖予消费者差不多要1斤205起跳。市府嘛回应，后续会请鹅笼减少养殖数量，提升鹅仔品质，利润就会对咧增加。嘛减杀台南自有品牌，减少价差。已经从每一年的8、9减棚减到今年度放养剩7500多棚，那也让品质上升以后，让他们利润上升。哦，自行破科之后，再用台南科的这个在地的一个品牌，好，那么销售出去，好，那去减少说中间的一个价差。面对进口价小价威胁，鹅笼爱被扣保，因望政府通加重视这个产业，让台湾的鹅笼有通永续发展的机会。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 讲到这个花莲讲好做大水的重灾区佛祖街，为什么叫佛祖街呢？是因为有一间佛祖庙叫做保安寺，是当地信仰中心。这个大水呢是拄好淹到佛祖的身坎下骹拄啊好，有人讲这佛祖真灵感。 怪手甲20-30位的志工伫咧花莲保安寺做志工，甲原本应该剩1/3的庙慢慢清出来。这大只的无法倒入去，啊，人感嘛歹，因为这该清嘛。 哎呀，所以爱个细只入去清，啊，这个又是庙，这个庙啦，啊，拢古迹啊。规间土沙有2米高，不过对相片会当看到土沙无用过神尊，四下摩尼佛、天上圣庙、关圣帝君，这个神尊拢好好，互信众感觉真神奇。当地居民也讲，保安寺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给灵感，阮迄孙仔若伫外国，也是讲伫台北若来，拢一定去保安寺。 花莲江河乡的保安寺，就伫即届上严重的受灾区佛祖街顶面。庙方讲，当初因为旱林去甲江河乡开垦生活，所以才会伫咧当地起庙。这间庙已经有149年的历史啊。虽然神明道顶一寡神尊阁好好，但是庙方讲，也是有一寡神尊去互大水冲去。咱的佛祖吼，新刻的有5尊，啊原来也有3尊到8尊，啊宝者12尊拢无去哦。 唔啦咧，若要算差不多20尊啊。有3台环保局货车，搁放卡伫咧烂土内底。啊，若伫咧这个所在咧，阿伯伊放去几啊天的货车，伫咧今仔日总算找到啊。保安寺现场的路工煤是真深，也有附近民众的车，互大水冲到庙埕。庙方讲，即届的损失真严重，若是要清理好势，恐惊就要真2个月时间。记者陈阿选柯敏哲花莲报道。 有一种鸟仔叫做国庆鸟，也就是南路鹰，准备要飞过台湾。虽然今年有较晚到位，真侪人伫咧期待。也若讲到这礼拜，这赤白鹰会先飞来到台东，真侪人伫咧等伊咯。台东卑南乡石脚山，早起若去伫山顶，会当看到规阵的目叶对气流安尼飞。即马看到这规阵的是赤白鹰，数量有10多只，规阵咧空中拍酷势，看着真壮观。 哇！15万只的翅膀。台东县野鸟学会解说员最近开始带民众去山顶看鸟仔，发现原地来南边过冬的赤白鹰，自本是9月初就会到台湾，可能受到风台的影响，到9月底10月初才飞来到台东。嘛拄好这几天真好天，是观察因规阵飞行上好的时间。 数量最大群大概会有200-300只，它们在空中随着这个气流盘旋，就像一颗球，我们叫鹰球，它非常的壮观。然后它们整队集结往南方飞行的时候叫鹰河。台东县野鸟学会表示，赤白鹰比南路鹰较大声到位，一般拢伫咧双10只脚斗会飞过台湾。
目前已经观察到蓝鹭鹰，准备要规定通过台东的空隙。这礼拜六礼拜已经招想要看鸟的人，准备去台东的石角山、甲药山的山区，欣赏一年一届杜鸟飞来台湾壮观的画面。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兴达电厂进前发生爆炸，这附近的居民是真不满，认为讲台电到今拢无提出着改善方案，所以提出诉求，除了希望建立着这紧急通报系统，也希望针对着这届爆炸造成的损失，台电就要担起责任。大二细你拢也无来关心，拢无，互我迄便所，若要迄便所，就对安全无。今年90月，住伫咧兴达电厂附近的区阿嬷，一讲到9月初电厂爆炸的代志，也是心惊惊。乌南投居民连线的成员，因的厝拢住伫咧电厂附近300公尺内，因为代志发生到呾，台电完全拢无打卡到关心居民的状况。再加上有50外间厝伫咧爆炸了后，拢出现壁损，居民初一早起做过来到行政区南国中心陈情，提出3点诉求，爱中央个人一个交代。拢无几说明话呢，这个当头长来找里长尔。我了都无理长啊，我理长也无咧管，怎么让我投啊啦？哦，不是你告诉我们有做细胞简讯就可以的，老人家怎么办？像这一次马泰安的这个变色湖的事故，很多死亡的都是长者。因为乌南投的居民真侪拢是侪岁人，若是干那靠手机发紧急通知，居民真规袂通。居民要求紧急通知的系统甲应变一定要做好势，台电兴达电厂的机组才会当重新启用，而且厝脚有损长的部分嘛要提出补偿做法。出面代表接电公司的经济部人员表示，中央正重视人员安全甲居民权益，因会转达地方的意见。安全的部分要安怎个去加强？我相信是所有咱政府机关，包含台电、包含经济部、包含政府机关，任何人拢袂使漏位的。针对乌南投居民要求，台电要直接去当地甲因说明，台电用文字回应表示，会全面检讨监测系统办理防灾宣导，确保民众掌握应变方式，包括帮恶损等的鉴定甲设置监控的问题，拢会详细去做评估。记者看下朱晓阳、高永昌报道。南投的本所爱送到外县市防烧，却因为无分类，定定去用铁道回来。对今开始，县政府要求讲，这本所地啊爱用透明的清洁队员，一看就当知影讲内面地啥物。民众用黑色的落架地本所，要等入去本所车进前，马上互清洁队员动力开地啊检查。南投县因为民众本所分类无确实，今年本所送去外县市烧的时，捌互人摕回来试改，清洁队员只好重新分类。所以县府对10月开始伫南投市试办，规定地本所爱用透明的本所地啊，互清洁队员会当看到内底地啥物。黑色的袋子我买了，怎么办？你叫我不要用吗？安尼袂歹啊，处理的迄个透明的垃圾袋嘛真侪。我觉得南投也可以增设一个像台北那种智慧回收机，然后就可以提高民众去回收的意愿。南投县府表示，新制度目前先推广，无用透明的本所袋啊，虽然未开罚单，不过若发现无做好分类，而且口肯唔听，就会照废弃物清理法，相当罚6000。会针对黑色的垃圾袋或不透明的垃圾袋，会随机加强破袋检查。没有确实的时候，会请民众在现场再重新做分类。另外，南投市10月开始嘛，公布试办分级分类资源回收，未来拜1、拜5，干那收玻璃甲纸纸，其他的资源回收爱拜2、拜3、拜4才有收。试办半年，明年4月开始，无照规定就无要收。也若针对民众的建议，南投会当加设一寡智慧回收机，县府讲会去找厂商研究看卖。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欧洲国家10月初3、初4要举行国会大选，目前民调显示，由捷克前总理巴比苏所带领的不满公民行动党以30%的支持率领先。另外，调查机构也发现讲，有几百个 TikTok 的口罩，当咧传播瓦罗西亚的内容，将有可能是要来影响选情的。网络上世界拢看到国会选举的竞选广告。欧洲国家捷克的国会大选即要到了，预计伫10月初3、初4就会投开票。最近民调显示，由捷克前总理巴比斯率领的 ANO 不满公民行动党以30%的支持率领先。也来现任总理费亚拉所领导的执政联盟 Together 支持率是20%，排伫第2，这互部分的选民是感觉真烦恼。Dneska jsem přišel, protože se obávám vývoje
politické situace tady v naší zemi, podobně jako na Slovensku, podobně jako v Maďarsku. Zprávy politiků, kteří se chystají uchopit moc, jsou jasný a je potřeba se tomu postavit a ukázat. 今年71岁巴比斯，捌伫2017年到2022年中间做过捷克总理。伫副比40个排行榜内底是捷克的第7大好行人。伊家己讲是川普主义者、和平主义者。伫竞选中，伊推出的政见是降低能源介绍、提悬工资，并且减少企业税。不过，伊伫气候政策、移民问题顶面，却是甲欧盟的意见是相对并的。加上伊甲匈牙利、斯洛伐克两位总理关系真好，并且主张减少支援乌克兰，互选民烦恼伊对乌克兰甲罗西亚问题立场。To, co chci říct, je, že akutní ohrožení z Ruska je velmi vážný a že já jako starý člověk jsem to zažila v 68., kdy najednou byly na ulici tanky, takže to si můžu úplně reálně představit, že ruská agrese může být hned. 另外，有捷克媒体调查发现，有将近300个相关的网络户头在 TikTok 传播亲罗西亚内容，也伫几秒内自动互相按赞，并且分享出去。有2个国家行政机关的消息人士讲，这影片是有少数的网络户头制作括后政治言论的影片，利用快速传播引发大家注意，就出来影响选情。研究人员甲安全官员讲，这种方式甲罗西亚组织网军农场方法相款，已经提高欧盟甲 TikTok 进行封锁、删除科技的网络户头，后续行动也交由社群平台决定。公视新闻，陈思东北译。伫咧年笔里有一个传统，就是几多年会选出一个细汉查某囡仔来做活女神库玛丽。最近也有选一个出来。虽然这个囡仔神呢受众人的朝拜供养，毋过若准这查某囡仔头一届过世来到位，就要落啉。落啉了后，就是变做普通人啊，说是啥物拢袂晓，命运大不相同。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数百名信徒客满街路，游行队伍奔传统音乐。迎接新一代女神库玛丽的诞生，2岁半查囡仔阿雅塔拉斯加为3名候选者中选出，已经正式得到册封。आर्य तारा साकेत उसलाई हामीले चाहिँ छनौटका लागि सिफारिस गरेका थियौँ जे अनुसार चाहिँ आज चाहिँ सिफारिस भएर यो आज यो पदस्थापन हुँदैछ।库玛丽被看作印度教女神，刚来发生临产定时检查，爱确认囡仔健康，皮肤外貌完美无欠点，也爱接受黑暗环境的氧气测试。测封了后，库玛丽就会住伫寺庙宫殿的库玛丽之家，从此逃到外口无联络，双脚袂当落地行。面袂当有表情，只有伫宗教节庆才会当出门绕境，接受信徒恭敬的主持，一直到政治青春期来取经，才会当写进库玛丽回归还人。库玛丽传统起源伫17世纪，融合宗教甲文化代表，后产的查某囡仔甲家庭得到真悬的社会地位。不过也因为剥夺查某囡仔的童年甲受教权受到批评，即马规则已经修正，库玛丽会当接受家教教导，退位了后也有教育甲生活津贴。不过无论重回正常社会生活，甚至结婚生囝，拢无简单。即马尼泊尔社会对库玛丽的传统犹原是真尊重，每一摆临时册封，拢是一项大代志的焦点。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1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